美国加州直排轮曲棍球赛、澳门雪姬总会并排轮曲棍球赛以及武林湖北单排轮滑球邀请赛第二前举行。其中台南市总共有27位选手参加，并伫这3项的比赛当中取得各地金牌、一块银牌、一块铜牌的成绩。虽然这是邀请赛，但是因为所邀请的对象都是最强的，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这个奖牌的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那由此显现我们台南市的滑轮滑冰从过去以来，我们现在听到这杨和珍，那除了杨和珍之外，很多更优秀的选手一直在出现。市长黄伟体特别颁发台南之光奖牌来表扬选手，市员罗坤和蔡宗和等人拢出席表达支持，并伫现场向市长争取兴建更较侪滑轮溜冰场，增进相关的软硬体，增加台湾滑轮溜冰的实力。选手的培训方面，我们也要下足更多的功夫，留住优秀的选手，能够给他们营养金，能够给他们培训的经费，那提供好的教练。那让家长也放心，让教练也放心，让选手个人更放心。体育局表示，滑轮溜冰曲棍球项目是台南的传统优势运动，期盼选手积极参与比赛，增加经验，突破自我，也希望这项运动会当列为全运会、全中运等正式比赛的项目，让这项运动有更较侪发展的机会。台南新闻综合报道。